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你要开始，请将手机关机，备办心来敬拜。全地啊，都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圣，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线到万代。这时，咱来演献诗第二首，献诗第二首，现在来学乐咱的上帝，请起立因全首。现在。
请咱也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教会，罪恶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当先来启应，启应文第56篇，也是约翰第1章。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都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所就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就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肉，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诚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稳定，阮上加阮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伫疫情严重的时，保守阮每日的平安甲健康，互阮会当同在伫遮敬拜你。虽然阮伫生活中常常会拄着各种的困难甲试炼，有时阮会感觉杂忙，看无阮头前的路，但是阮知，天父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要指引阮，搁陪伴阮。阮时常会犯错，得罪你，求你赦免阮的罪，求你的灵常常踮伫阮的心中，帮助阮发现家己的罪，讲着心来甲主的面前。嘛求主，甲今仔日要见到的林正忠老师同在，愿主通过伊甲阮讲话，互伊今仔日所分享的会当诚侪阮的帮助。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40节到45节。听约翰的话内底耶稣的迄两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伊先去找伊的兄哥西门，对伊讲：“阮已经有拄着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是基督。”伊就带西门去见耶稣。耶稣注目甲伊看，讲：“你是约翰的囝西门，我要甲你叫做基法。基法甲彼得上意思，就是石盘。隔日，耶稣挂电要去加利利，伊拄着腓力，对伊讲：“来缀我。”腓力是伯赛大人。安德烈甲彼得同乡，腓力拄着拿但业，对伊讲：“摩西伫律法书所写，以及先知所记载迄位，阮已经有拄着，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愿上帝的话祝福听伊的话过去行的人。”即时要请社青团契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学乐的时光是爱中相遇。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坐，滴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为阮见到的是林正宗老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我拄着啊”，将时间交予林正宗老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最近的环境当中，疫情的扩大，互真侪人拢感受到真无平安。尤其是这感染的人数，每一天会拢愈来愈悬，甚至到10万人。有真侪人拢会烦恼家己敢会嘛是感染的迄个人。疫情拄起来的迄头一年，是即个喙암拢买无，大家拢咧抢。即马是迄个快筛剂拢买无，咱拢会真惊受到即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后，毋但是家己要来居家隔离，甚至连咱身边周围的人嘛会受到影响。公司还是学校造成的影响就搁较大。即马人人拢得到即个喙암，这是一个防疫甲保护的办法。毋过嘛是因为即个喙암，互咱的生活顶拢有真侪无方便。亲像有治目镜的人，因会感受到痛大，因为定定目镜就会起蒙雾，看无。嘛好比是要食要啉的时阵，咱就要甲即个喙암摕起来。抑阁有，当咱想要来做运动的时阵，当咱来遮礼拜敬拜、学乐、唱歌的时阵，这喙암嘛定定互咱袂好喘气。毋过，咱袂当因为是安尼，咱就无遵守一个保护的办法。颠倒是应该爱将即个保护的办法做到上好，而且放心的交托予耶稣，咱就做咱会当做到的部分，剩的就交托予耶稣。因为伫即个世间会拄着艰难、甲问题、甲挑战，毋过耶稣讲，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耶稣已经较赢即个世间啊！即时，请咱大家来祈祷。全能的主耶稣，愿感谢你，因为你伫安尼疫情扩大的环境当中，悠然掌权，互阮会当仰望你，得到对你来的平安。主耶稣。阮时常会因为拄着挑战，这挑战超过阮会当控制的能力，阮就会失去对你的信心。求你怜悯阮，使互阮有够用的稳定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恳求主，你甲阮同在，互阮袂惊吓，而且用阮的性命活出耶稣基督你的见证。恳求你听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今仔日的经文中，是伫约翰福音的第1章。约翰福音甲其他的福音书有真侪无相共的所在，亲像伊就无记载耶稣的出世的故事，甲伊的家谱、最后晚餐等等遮个代志。毋过伫圣经的文字记载当中，会通知影清楚地看到，耶稣伫即个世间顶面要来开始伊的服侍即个过程，是经过3摆的八卦搬过节，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即个记载。所以
咱做伙来思考，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阵，甲伊的门徒甲耶稣相拄的时阵，因的生活是起了啥物的变化？所以当还未拄着耶稣进前，这个人的生活是怎样呢？这个人搁咧等待，嘛游玩，搁咧找找，因找找迄一位会当拯救因脱离这一切苦难的迄位弥赛亚，伊嘛等待上帝捌应允因的祖先所讲的话，祖先的子孙会真侪大国的即个应允会当实现，也毋过因即马一直等拢无。现在除了有罗马军队迫害，甚至是以色列人因家己族内底的人的压迫，还有真侪的努力教条，互人实在袂有法度自由。生活当中已经是真困难啊，也搁爱受到这个条例。啊，毋过迄一位捌带领因祖先离开出埃及的迄个上帝呢，即马咱会拢无看见，拢无显现。敢讲因即马的生活还袂到是真困苦的这个阶段吗？所以伫今仔日即段经文中来看，甚至是腓力找到拿但业了后，拿但业阁看袂起的讲。拿撒勒迄款所在，敢会出啥物好物？也就是讲，伊根本就无相信腓力所讲的，因为伫拿但业伊的人脉甲伊的价值观内底，伊认为拿撒勒伊无出名的人，也是无迄种会当夸口操蛋的代志。拿撒勒颠倒是迄个名声真是真歹、真狼狈，因为有罗马的军队。伫遐，所以有真侪趁食查某嘛伫遐发展。遐哪有可能有以色列人的毋望呢？弥赛亚哪有可能是对遐拿撒勒出来的呢？因为腓力甲拿但业，因是对迦拿出来的。迦拿对迄当时算是比拿撒勒搁较有钱、搁较水准、搁较悬的所在，所以拿但业就真自然的认为拿撒勒遐敢会出啥物好诶？这是因为伊成长的背景，互伊的即个价值甲影响。那咱还未拄着耶稣进前，即个世界观会影响咱所做的判断。这个判断呢，是对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世界讲赚大钱，真侪人就想要赚大钱；当世界讲要来保护人权，人就会袂记哩上帝的主权。这时阵的人心内拢只有想到是家己，是看无到别人，嘛袂甲人有交流。拍招呼、甲关心，毋但是只有还未信主的人会安尼，无想要甲人有关交流、甲讲话。有诶时阵，咱有信主的人嘛已经惯势，无爱甲人讲话，甚至家己伫咧线顶礼拜。即个礼拜就到即间线顶即间教会来听伊的讲道，后一个礼拜。就伫线顶听迄个教会的讲道，心内只有想着我有受安息日就有够啊，煞袂记哩上帝爱咱去听厝边亲像家己。嘛，只有伫咧付出听的时阵，咱才会发现上帝的听嘛伫咱的身边，也嘛伫咱的身躯顶。所以当门徒拄着耶稣的时，佫是安怎呢？门徒拄着耶稣，就会谦卑，亲像约翰福音的作者，就讲着安德烈甲另外一位
本底是军队行说的约翰是伊的学生，也毋过是因为约翰伊家己的见证，互这两位学生就去军队耶稣。安德烈呢是上大先军队耶稣的学生其中之一，伊本来会当真侪耶稣的大学生、大弟子，也毋过伊煞来去找伊阿兄彼得，甲伊讲，阮拄着弥赛亚，甚至彼得后来定甲耶稣行做伙，军队伫耶稣的身躯边。安德烈原本会当因为安尼的代志，就来埋怨彼得，啊毋过伊煞来愿意甲伊阿兄分享伊所拄着的。即个拄着，伫咱今仔日的经文60内底就出现4摆。伫原文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讲嘛有吹到的即个意思，而且这是过去已经完成的一个复数的句子，强调的就是讲有2位以上的人吹到啊。所以当安德烈拄到耶稣了后，伊就知影伊家己毋是迄个道义的主角，是耶稣才是有迄个权柄的人。伊就甘心的军队，欢喜来好势，甚至到尾啊，伊嘛拢无计较是啥物人较受到耶稣的重用，伊就安分的伫伊的职分上是认真的来好势。咱拄着耶稣嘛会悔改，伫路加福音19章内底，撒该拄着耶稣的时，伊本底嘛是只是探听到耶稣的即个传说，嘛是因为伊家己的好奇，想要来看耶稣生做啥款，所以伊就爬起伫树顶，想要来看耶稣。啊，毋过因为耶稣对伊讲，撒该赶紧落来，今仔日我一定要住恁兜。这时伊的心就开始悔改。伊徛咧对主讲：“主啊，我要摕财产的一半进济善食人。我若有甲人骗钱，要4倍还伊。”撒该拄着迄个会当改变伊性命的主，伊就悔改，捌做过一切即个歹代志。伊嘛用伊的行动来做出即个悔改的行为。这悔改的行为，毋是讲就会当抵消咱的罪恶，咱的行为是无法度替咱减少任何的罪恶。啊，毋过即个悔改的行为是耶稣应声讲：“我愿意互你改变。”撒该愿意安尼做，嘛毋是伊家己突然间伊的良心发现。是因为耶稣大声叫着伊的名撒该，所以伊的心就互耶稣的叫声柔软啊，伊的心就互耶稣的疼充满。所以当咱的心互耶稣的疼充满了后，咱的性命嘛会改变。性命改变，咱的生活会改变，价值观嘛会改变，咱的行为嘛会改变。拄着耶稣，咱嘛会传福音讲耶稣。当安德烈拄着耶稣了后，伊的心内就亲像有火咧倒，嘛同款亲像行伫咧以马忤斯的路上的迄2位学生门徒同款。伊拄着耶稣，甲伊说明圣经的时，因的心内亲像有火咧倒。相像的是，伫安德烈的心内。嘛有真侪热情，伊真热心，甲耶稣介绍互人，嘛甲人带到耶稣的面头前。伊第一届是将伊的阿兄介绍互耶稣，第二届是伫约翰福音的第6章内底有讲到有5个大饼甲2尾鱼即个事件内底，咱嘛会知影。当众人拢毋知
要安怎备办？即阵有5000人要食的即个食面的时，特别是伊的老师耶稣又搁吩咐门徒拢爱去备办，所以大家拢为安尼代志伤脑筋的时阵，安德烈就行出来讲，正有一个囡仔，伊的身上炸了才会食面，伊就甲伊介绍互耶稣了后，伊就等候耶稣刷落来吩咐，而且照着即个吩咐去做，等候会发生的代志。这是安德烈拄着耶稣了后，第二届甲人带到耶稣的面头前，介绍互耶稣。第三届就是伫12章内底，讲到有几个希腊人听见耶稣的即个作为的时，即个希腊人就找着腓利。腓利说来甲安德烈讲，所以安德烈佫带因去找耶稣。安德烈是真介意甲人带到耶稣的面头前，所以当咱拄着耶稣的时阵，咱的心敢嘛有亲像火咧倒呢？若是有，咱会真自然的甲向咱身躯边的人来传福音，讲耶稣。互安尼得救的福音，毋单是家己得救尔，嘛会当互咱身躯边的人嘛做伙得到即个救恩的福音。拄着耶稣，咱嘛会做见证，亲像顶个月小天天嘛有咱教会来做见证，来分享伊拄着耶稣的时，伊的生命的改变。圣经中保罗拄着耶稣的时阵，虽然讲伊毋是像门徒共款跟对耶稣的身边，甲耶稣做伙生活，伊是拄着迄个大光，嘛听到耶稣的声，然后伊就放下家己过去的宗教观念，毋是讲伊就脱离伊家己本底是犹太人的即个身份，伊犹原是承认家己是犹太人。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讲到，伊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顺遂的希伯来人。对守律法来讲，伊属法利赛派。所以保罗见证伊过去捌安怎来迫害这军队耶稣的人，嘛是真热心甲这军队耶稣的人掠起来。毋过，当伊拄着即个大光的时，伊就发现伊家己过去所做的拢是毋对的。伊过去所掠的迄群人才是真正有信靠耶稣、相信耶稣、倚靠耶稣的人。所以耶稣互伊反转，互伊会当做见证，而且为着耶稣来建立教会，互搁较侪人会当来相信耶稣。虽然讲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无法度拄着逐项代志，拢是照咱的计划行。有顺利的，有当时是有顺利的时阵，嘛是有袂顺的时阵。有当时信主久啊，就会认为相信耶稣了后，就会当一直是真顺利。伫应声上帝呼召了后，搁较顺利，应该袂搁拄着有啥物真大的困难吧？因为主拢会看顾。即句话是对，嘛无完全是对。有时阵的困难是要来经历祝福的一个过程，是改变咱生命的一个锁匙。我叫是我对我的囡仔的教育是真好，我的囡仔嘛真听话，真乖。我袂阁拄着阮囡仔有青少年叛逆的时阵，我嘛一直叫嚣，以为我目前所住的即个厝，阁会当加住几年。
上少，阮伫咧租金顶面拢无万负，拢无拖欠费。我嘛一直以为我会当好好诶读完这3年诶神学院。等我毕业出来了后，就有教会会当来牧会。我嘛一直以为我会通承担上帝呼召，毋过这不过是我家己以为我袂去拄着。所以当我拄着即个厝头家雄要来收倒转去阮所住诶厝诶时，而且爱阮伫这2个礼拜内底搬走。当我拄着我诶囡仔，因为是手机仔诶问题，伊就无愿意转来厝，甚至到暗伊嘛伫外口啰嗦，无愿意转来厝。当我拄着我原本有机会甲一个毋是长老会教会来讲将来诶牧会代志，而且教会嘛愿意来帮助神学生甲实习，到尾煞来完全拒绝。当我拄着我诶功课、我诶报告拢写袂出来诶时阵，这一切诶代志，拢毋是我所认为诶遐尼理所当然而且伫1个月诶时间内底，煞接发生了一连串诶这代志。我甲我太太已经是哭袂出来，嘛袂赴哭因为逐工拢伫咧网络顶面来找厝，找着就等待通知，等待会当签约的即个时间。逐工嘛看到咱家己的囡仔，一句话拢无爱甲阮讲，就炸着伊的手机出去上课。逐工我去神学院上课的时阵，心内嘛拢伫咧想：主啊，这真正是你的呼召吗？每一日的暗时，我甲阮太太拢互相的安慰。虽然阮的心内亲像有火咧滴，毋过阮犹原要继续向前行。然后，阮就做伙来祈祷。圣经中阮读以为救恩还未到的时阵，耶稣已经到啊。耶稣甲因呼召，爱因军队家己。阮读伫咧军队耶稣的时阵，嘛会常常拄着大风大影。耶稣煞教因要来相信、倚靠上帝。阮读有时嘛会陷落体贴人的想法，嘛会互耶稣当场就讲：撒旦闪开！你咧甲我伫骹半手，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所以，伫咱袂顺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去拄着耶稣，去找着耶稣，去找找迄个真正会替咱帮助咱的即个上帝。耶稣对拿但业讲：迄日也未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所以咱去找找正情，其实耶稣已经大先找着咱了，拄着咱了，而且了解咱。当咱不再是倚靠家己的想法，而且来到伊的面头前祈祷时，咱嘛会渐渐发现，上帝恩典是够咱用的。即马出来的问题嘛一步一步伫咧解决当中。头一个就是找到一间会当互阮一家伙5个人住的所在，而且伊的租金嘛是伫阮的预算内底。第二个就是阮兜迄个青少年，伊即马嘛愿意每一天的暗暝，全家伙做伙来读经，来祈祷。阮读的圣经就是箴言，甲即马咱做哩学。即个学生伫咧读箴言，伊讲，歹势我用国语，有31章，所以咱每一工读一章，就
就会使。所以这个青少年即马嘛会甲我分享伊即马伫学校有发生啥物代志。真感谢主，虽然也有其他的问题，这问题犹原伫咧解决当中。毋过，阮已经知影，这一切拢有耶稣的同在，所以我拄着啊。那安尼恁呢？毋然咱拢会当伫咧顺利甲袂顺的时阵，拄着耶稣甲咱伫地。咱相甲你祈祷，敬爱的主耶稣，愿感谢你，伫阮的生命当中拄着你。是偌尼大的幸福，愿主圣神引带阮行伫咧你的旨意当中，嘛会当行出你欢喜的生命。感谢主，恳求主你听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请咱同心用献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来回应上帝的话，请起立因全首。请坐，这是咱要同心来奉献，请薛雅信甲庄汉，庄汉来书献。
奉献的诗歌。上帝，阮感谢你，透过老师的讲道，互阮搁较了解你的话。阮将你手续的财钱摕出来，干淡薄奉献，做教会工使用，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读今仔日的经句。经句是约翰福音第1章41节。伊先去找伊的兄哥西门，对伊讲：阮已经有拄着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是基督。这是伫报告的大仙，毋知今仔日敢有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新朋友无？迄个台神的陈宽义老师来到伫咱中间。咱即摆来看报告的。那个芬兰姐隔壁的那一位，有来过。好，即摆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青年的事工纪念主日，然后今天有请到林正中老师来讲道。讲道中也有特别安排社青、学青跟青少年团契来参与服事，也请各位兄姐来继续为青少年的事工关心代祷和奉献。第二点，成人主日学在自本主日到7月底，每个主日上午8点半到9点20有开设信仰造就班，然后有请到无芬兰的传道来担任上课的讲师。上课地点在交易厅的地下室，也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第三点，4月23日的小会决议事项如下：第一，接纳 COVID-19 疫情升温的应变案。如果有会友在参加聚会后确诊了，那教会就会暂停我们实体的聚会，还有礼拜，那总共会有暂停14天。暂停的主日就改为实体就改为线上的礼拜。第二，请行政部安排全教会的清消。第三，要落实防疫措施，请各位在来的时候都要量额温，还有要签名10连制。第四，也鼓励教会的长者可以尽量在家参与线上的聚会。第五，会友如果有确诊在居家隔离或是自主防疫的，也可以通知教会以利代祷。那如果有需要协助的事项，也可以提出，教会会启动相关的协助跟关怀。第六，教会内的长椅每条限坐2位，并且请行政部来采购血氧机、自动感应测温酒精喷雾机各1。第四点，4月24日长执会决议事项如下：第一，接纳4月份的收支月报表；第二，接纳 COVID-19 疫情升温的异变处理案。那第一点是同刚刚上面所报告的小会决议的议决。然后第二，购买10到20剂的 COVID-19 快筛剂，提供给教会有需要的会友使用。那已经托行政组洽询采购。第三，因疫情的影响，
母亲节的礼券会由关怀组依照名单弹性的发放和处理。第四，主日学已经改有线上跟实体聚会的并行，并且先取消主日学跟青少期在母亲节礼拜的献诗，因此5月第1周跟第2周都改用社青献诗。那后续主日学跟青少期献诗的部分，会等到5月第4周看疫情的状况发展再做决定。第三，接纳4月17日复活节福音主日的检讨案。第5点，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20，总会教育委员会有举办主日学的教材研习会。那请主日学的老师们，如果有要报名的，就向校长曾建明校长报名。那报名费也会由主日学这边来指引。第6，下主日是母亲节的合堂礼拜。第7，各项奖学金的修正办法已经公布在布告栏，请修姐自行留意。第8，申报所得税所需要的奉献证明已经放入11奉献的奉献袋内，也请兄姐自行取回。第9， 6月18日上午的10点，在台中的民族路教会有春雅姐的大儿子和恒毅弟兄的结婚感恩礼拜。那他们12点的时候会在侨园饭店举行喜宴。那如果有要参加结婚礼拜跟喜宴的兄姐们，请到招待桌登记，好利他们安排游览车，还有安排喜宴的桌位。接下来的肢体消息跟代祷事项也请各位自行过目。那本周跟下周的侍奉表，也请相关参与服事的同工自行留意，并且提前预备。还有上周聚会的出席和奉献报告，也请各位自行过目。如果有错误的，就请向财务同工更正。另外补充，原本在7月的时候，双联教会原本在本月7日在双联教会举行的妇女事工募款音乐会，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取消。还有七星中会松年部5、6月份的活动，也都因为疫情暂停取消。那不知道牧师有要补充的吗？还是平安。咱的小会这边才有针对咱的这个开所有这个咱的礼拜的这个因应吼，有做一寡这个调整，所以就是讲请咱各过来咱的迄个椅仔吼，茶疗椅仔吼，拢一疗坐2个就好吼。为着这个小可有做一下隔离安尼。那过来就是迄个，请咱如果咱若确实讲咱的迄个，特别是伫咧咱即个第5小项的部分吼，那确实咱的会友内面有人有确诊，是你去互人那个匡列做居家隔离的吼，迄个自主防疫的时阵，请咱无说议来通知教会，互教会会通来为你来代祷，也搁就是讲你伫咧生活上若有一寡啥物无方便，需要为你来叫买一寡物件的时阵，请咱无说议来通知教会，教会会来设法来为咱来做到协助吼。过来就是咱的即个已经迄个就是咱的即个量额温的吼，即个甲喷酒精的这个机器，咱已经有订吼，应该伫后礼拜到。包括着即个血氧机吼。这就是讲，若确实有人来做礼拜时阵，有一寡无爽快时阵，会通来使用。也伫咧即个快筛试剂的部分，教会也已经有安尼对外去订着20剂吼的即个快筛试剂，也未到吼。这就是讲，如果咱若讲有临时有迄个紧急需要吼，会通来对教会这边才来摕安尼吼。但是吼，其他你会通先家己去买咱政府的迄个迄快筛试剂吼，咱拢是迄个按照咱的身份证字号吼，单号的吼，就是135双号246安尼去叫买。若讲咱就真正已经
安尼买无，但是咱有迄个需要的时阵，请咱也会通到时阵，若教会迄个快筛试剂来的时阵，咱马上安尼来使用，吼。过来就是咱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有合堂的礼拜吼，请咱嘛犹原共款迄个咱教会这边遮，因为原底本地是有以早咱的决议是，若是咱母亲节无够伫咱教会做礼拜，遮个妈妈吼，咱会后就无搁发吼。但是因为今年的即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如果若确实无出席的遮个老母吼，咱的关怀部这边遮会安尼照着即个名单到时阵来弹性来发放安尼这是甲咱搁一摆补充来报告请咱也来注意特别一个即马即个疫情的期间，请咱注意咱个人即个包括着喙掩的即个安尼迄个带甲着即个特别洗手去到倒位了后，请咱拢会记哩，会记哩洗手戴手掩安尼保护咱家己以上报告。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知你是有怜悯、有恩典，阁有丰盛慈爱的主。当阮求救你的时，你拢要听阮的祈祷。阮即时要为着全球甲台湾的疫情来祈祷，求主互疫情得到控制，互确诊者得到医治。嘛求主保守阮有对主的来平安的心，来面对政府的新政策。嘛保守阮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拢有够野的体力甲耐心。阮嘛要为乌俄战争来祈祷，愿主的公义显明伫其中，互战争早日平息，互伫战争中受苦、失去家园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阮嘛要为阮的教会的事工者，阁有世教70周年的意向祈祷，求主的圣灵甲阮同在，嘛求主的光照阮，阁引带阮。阮嘛要为教会中肢体软弱的人祈祷，求主互有病痛的人得到医治，互兄弟的身体甲心灵拢得到勇壮。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用上言献诗397首，求主愿主赐福保护你，因诗线请牧师来教导，请起立。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毋但互阮甲主你相拄，主你而且阁是主动来到伫阮的中间，来甲阮相拄的主。也愿主你伫阮的生命中来不断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作王，互阮会通伫阮的每一项所行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拢甲主你相拄，阁得到主你家己亲自的引带带领甲保守，互阮的生命，因为阮甲主你的相拄，阮的生命要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也要得到换新，互阮的生命是一个充满安尼得到主你满满的祝福的一个生命，也互人因为看见阮的生命的改变，
阮的性命也要成做侪侪人的祝福的来源。愿搁一届献上安尼感谢恳求，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搁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列岛避讳。